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朗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33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33天，也是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的第33天，也是谈判六神无主的第33天。失魂落魄啊！我们看一看特朗普又是有哪些变化。根据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表示，他预见美国将在2到3周内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这表明美国已基本实现其军事目标，并将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留给其他国家。特朗普说，我估计2周之内，也许2周，也许3周。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告诉记者，我们会离开，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里。特朗普暗示伊朗仍有可能在规定时间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他表示，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并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条件。特朗普称，美国将在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时撤军，并声称现任政权比战前领导层要好。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并非我的目标之一，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他们失去核武器，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说，关于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称，美国不用对霍尔木兹海峡负责，我们跟那没关系，那是所有需要使用这一海峡的国家的责任。而这个特朗普3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所有因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而无法获得航空燃油的国家，比如拒绝参与打击伊朗的英国，我给你们建议，第一，从美国买，我们有的是；第二，鼓起勇气去海峡那里抢过来。特朗普还说，你们得开始学会为自己而战，美国不会再帮你们了，伊朗基本上已经被打垮了，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自己去弄你们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特朗普的意思，当然了，他是不是会这么干，这不一定。他现在放话，霍尔木兹海峡他不管了，爱通行不通行，你们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国家，你们去解决。当然了，特朗普这个表述以前是1天变一次，现在是12个小时变一次。我看现在有6个小时变一次的这个可能。前不久他已经说了，昨天说的，莱维特说了，4月6号如果不能通行，那就让伊朗进入地狱般的模式，就要炸伊朗的电厂、民用设施。你看，这12小时还没到，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我不管了。不管特朗普说什么，这个伊朗人要吃一堑长一智，千万不要听特朗普说什么。特朗普前几天还说这个让马杜罗放心，结果没过几天把马杜罗活捉了。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吧？你跟他也讲不出道理，你又打不过他，只有盘盘们能打得过特朗普。因为在盘盘们的这个理解里，特朗普已经输了，输的裤衩子都没了。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部长就是海克塞斯，他说的跟特朗普又不一样了，很有可能他没有第一时间掌握特朗普的精神。海克塞斯他说，伊朗的新政权要么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的烈火与怒火。特朗普总统从不虚张声势，也绝不会退缩。你可以去问问哈梅内伊。这个特朗普他不还发了一个视频吗？转发的美军应该是 B2 隐形轰炸机扔了那个 GBU 钻地弹，炸了那个伊朗伊斯法罕的一个地下导弹城。特朗普转发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很明显的引发讯爆，感觉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讯爆。海克塞斯他说，总统昨晚发布的那段视频显示的是伊斯法罕一处弹药库被美国轰炸机击中。你们之所以很少看到这种视频，是因为提醒一下，伊朗仍然对 99.9% 的人口关闭了互联网。如果伊朗明智的话，他们会达成协议。伊朗的新政权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既然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这个新政权理论上比上一个更明智。特朗普总统愿意达成协议，他是有诚意的，而且协议的条件他们是清楚的。如果伊朗不愿意，那么美国战争部门
将以更大的强度继续行动。大家也知道，伊朗现在琢磨着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怎么说？差不多就属于公然抢劫。现在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还有几个海湾国家，他们琢磨着在霍尔木兹海峡要保证它通航，在那儿设立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由多国一起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实际上，这个在海峡收费，国际它是有惯例的，有公约的，不是你想收就能收。如果你把这个路拦上收钱，那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在路边上，你开一个类似于服务区，你到我这服务区，你享受我服务，你交钱，那是应该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他不管了。按照特朗普这个商人这个逻辑，他是可以不管，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全球化，你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收费，那这个钱谁出？要么就是海湾那些石油国家，它油价下降，这个也很难；要么买油的这个国家，它交。那买油的国家交，那油价上涨，那就会导致上涨，物价上涨，商品的价格上涨，最终给美国造成的都是输入型通胀。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下，无论谁买单，除非是海湾国家买单，那些石油产出国买单，否则那最终都会导致美国通胀。因为美国它是商品输入国，它主要靠进口，它是由石油出口，但是人家其他的东西要进口，袜子、耳机、内裤、卫生纸、塑料、家具都要进口，那这些东西都要涨价，这不是输入型通胀吗？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他有不管的理由，就是说他不管有他的账，但是管也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叫迫不得已。关于伊朗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这个合理不合理？财新网也篇报道，所以咱们看看人家专业的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伊朗有没有权利收这个钱？伊朗方面解释，伊朗在过去几十年中为维护该海峡的安全支付了巨额成本，未来将通过制度化手段收回相关支出，并加强对该航道的监管。这个伊朗方面已开始向部分船只收取200万美元的通行费用。财新网说，从国际法角度看，伊朗有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吗？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可以与博士普鲁士海峡、苏伊士运河管理模式相提并论？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马六甲海峡人家也收费，对吧？那这世界上那么多海峡，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那都收费，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财新网说，首先需要区分的是天然海峡与人工运河，苏伊士运河属于后者，其收通行费法律基础是在陆地上开凿运河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建成后的维护与管理同样需要投入，因此其主权国收取运河通行费回本盈利是合乎常理与国际通行规则的，也就是人工开凿的运河要收费，这是天经地义。而国际海峡是指经常用于国际航行、构成国际航道的海峡，其法律概念由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其定义为链接公海与专属经济区的领海峡，且实际用于国际航行。全球约116个海峡因此被纳入沿岸国管辖范围，其中30余个被认定为国际海峡。根据公约，国际海峡可以分为3类：一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应适用自由航行制度，各国船舶有完全的航行自由；二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类海峡适用过境通行权；三是专门公约规定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如达达尼尔海峡和博士普鲁士海峡，其航行制度由1936年蒙特勒公约规定；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制度由1907年英国、法国、西班牙3国签订的海峡协定规定。而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与阿曼共管，且主航道位于阿曼一侧，也就是说，我这艘船我也不走你伊朗那边，我走阿曼这边，为什么要给伊朗交钱？说其最窄处位于伊朗的亨加姆岛与阿曼的塞格角之间，宽度约21海里，根据12海里
领海基线计算，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可算为上述第二种情况，运入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什么叫运入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呢？按照这个财新网的解释，他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船舶均拥有过境通行权。什么叫过境通行权呢？就是毫不延迟的通过海峡，不对海峡沿岸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因不可抗力或遇难而有必要外，不从事其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通常方式或附带发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海峡是运入国际这个商船快速通过的，你不能在这儿你堵在那儿，或者你在那儿从事危害两岸国家这种领土统一完整什么政治破坏活动。而海峡沿岸国则不应妨碍船舶的过境通行，并应将其所知的海峡内有危险的任何情况妥为公布，过境通行不应予以停止。简单点说，财新网认为沿岸国无权设卡收费。随着领海宽度扩展为12海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岸国对海峡水域享有主权或管辖权，但需保障非沿岸国的过境通行权，容许船舶和飞机连续迅速通过。公约亦明确，过境通行不得威胁沿岸国主权，并遵守国际航行规则。简单点说，就是伊朗无权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卡收费。那伊朗口口声声的说，我这是参考这个博士普鲁士海峡收费的。财新网的解释，这个博士普鲁士海峡它特殊，因为它是1936年在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这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叫蒙特勒公约。这个蒙特勒公约1936年签成的，大家也知道，二战以后，尤其到1980年国际海洋公约签署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废掉这个蒙特勒公约的，但是土耳其坚决不同意，所以蒙特勒公约一直执行到现在。博士普鲁士海峡跟伊朗所说的收费那又是两个概念。非黑海沿岸国家你军舰不能进去，这第一个应该是这么说的。第二个，一旦黑海里面沿岸国家发生战事，那么土耳其有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军舰就不让你进去。所以说现在俄罗斯想把什么波罗的海舰队、什么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军舰调入黑海，那是不行的，土耳其不让你进去，这就根据蒙特勒公约。但是对商船商业航行，土耳其收费，它收的是什么费？根据蒙特勒公约，即便土耳其对博士普鲁士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并有权向通过博士普鲁士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的船只收取特定费用。但是伊朗它是混淆视听，土耳其收的不是通行费，土耳其收的是服务费。什么叫服务费？灯塔费、救援费、卫生服务费。人家不是说你在这通行要交钱，是对吧？你用了我灯塔，我给你照明了，对不对？这个救援，你这出了事，我得给你拖走，还有卫生费，人家是收这个费用。而这个费用有点像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收的。你过完船舶，你在这补水，你在这维修，你在这靠岸买东西，人家收这个费用。就像那高速公路服务区，你享受服务你才交钱，不享受服务不用交钱。土耳其就因为博士普鲁士海峡收费不像苏伊士运河收费那么多赚钱，所以说土耳其他想心思，他准备开条新的运河，新的运河比博士普鲁士海峡要近，这个运河跟博士普鲁士海峡平行的，连接黑海和马拉海一个人工运河，叫伊斯坦布尔运河。那这个运河要修通了之后，比走普鲁士海峡要近一些。土耳其要名正言顺的收费了，因为这是我人工开凿的超近路，所以说我要跟苏伊士运河一样的收费。但是如果你不走人工运河，你非要走这个博士普鲁士海峡，那他还是收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说财新网他这个报道也说来说去，你伊朗无权在那儿收什么通行费、设卡收费，这就是违法了。按照这个说法，那特朗普说我就不管了，反正这是你们其他国家的事情，我这美国船不走这走。特朗普重点说的是英国，还有什么法国，说你们欧洲你缺航空燃油，你这个缺那个，
你们自己想办法去把博斯普鲁斯海峡、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打通。特朗普这种表态有气化的成分，情绪化，要怼欧洲，因为欧洲现在明显的不支持特朗普在伊朗动武，包括现在传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还德国公开反对，西班牙更是连军事基地、西班牙的领空不让特朗普、不让美国用。你美军的飞机、加油机你去轰炸伊朗，你别从西班牙的领空过。西班牙就这样，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均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的反对，至少是不支持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个特朗普很生气，所以特朗普扬言，首先说美国一定会记住你们所作所为。第二个，好像美国的国防部长豪克塞斯说要重新考虑什么北约，还包括卢比奥也说要重新考虑这个北约。特朗普他说法国这个国家不允许满载军事物资飞往以色列的飞机飞越法国领土。法国在对付伊朗屠夫的问题上一直非常不配合。以色列这边反应也比较激烈，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国防采购上面一律不许有法国的设备，也就是在对伊朗这个问题上，美国、以色列和他们传统的盟友欧洲这个裂痕越来越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内塔尼亚胡什么态度？内塔尼亚胡3月31日晚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以色列已摧毁伊朗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其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尽管仍具备攻击能力，他强调美以联合打击行动已完成1半以上的军事目标，但拒绝为战争设定明确的结束时间。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与地区内重要国家建立新联盟，以共同应对伊朗威胁，并称伊朗的万亿资金投入已因战火付诸东流。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做好再进行数周战斗的准备，同时伊朗方面虽暗示愿意在有担保情况下结束冲突，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示行动将持续至彻底粉碎恐怖政权。这个内塔尼亚胡还说，我们正在与本地区重要国家创建一些新的同盟，对付共同的伊朗威胁。他没有就此做出具体说明。法新社报道，这个内塔尼亚胡在犹太逾越节前夕发表的电视讲话说明，内塔尼亚胡说，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粉碎这个恐怖政权。关于伊朗的问题，与其听这个特朗普说什么，你不如看一看这个内塔尼亚胡说什么。这个内塔尼亚胡说的还比较靠谱，此人人狠话不多，说到争取就要做到。如果你要相信特朗普说的，那恐怕就再一次要上当，摸不着头脑。因为就在特朗普说这些有的没的的时候，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一会儿要撤军，一会儿警告，主要还是看特朗普在做什么。当地时间3月30号到3月31号，伊朗首都德黑兰遭到2轮空袭，多个地点发生爆炸，并造成部分区域短时间停电。伊朗卫生部官员指出，美以对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发动袭击，造成当地一座海水淡化厂完全瘫痪，短期内无法修复，并且31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顾问贾姆希德·艾哈基，对吧？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袭击中，也再一次去向哈梅内伊汇报去了。这让我脑海里出现一个景象，就是卢提辖拳打镇关西，卢提辖的手也没停，一直在打，但是嘴里在叨里叨叨的，一会儿说打，一会儿不打，一会儿说歇一会儿，一会儿说停，一会儿说我不打你了，但是他的手就没停着，你知道吧？一直在打，就这么一个状态，一个景象。短短24小时内，美国以色列联军超过1100次空袭目标，直指德黑兰，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营地、仓库、工厂、基础设施和政府总部。我们看看这个伊朗方面呢是怎么回击的。首先是3月31号，伊朗发动了真实承诺4第88起打击，这个数字还挺好的，88。根据伊朗的说法这88轮反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总之，美军和以色列还有中东的这些基地被炸得屁滚尿流。不过伊朗人这一回聪明了，怎么叫聪明了呢？你特朗普不是画 K 线吗？每次这个美股一开盘就降温，美股一收盘它就升温，你是画 K 线。这个伊朗人说我帮你画 K 线。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我来教你画 K 线。当地时间3月31号，伊朗军队发布公告称，为回应美以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伊朗军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附近的德国西门子公司，以及位于以色列海法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公告还说，西门子公司为以军研发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等技术，以优化武器生产线和设计军事系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讯中心为以军研发先进网络技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伊朗军方还说，将中东地区与18家美国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企业有关的公司机构作为合法打击目标。哪18家公司呢？大家听好了，有这18家公司股票的记得小心了。思科、惠普、英特尔、甲骨文、微软、苹果、谷歌等。还好这老黄英伟达好像没在那中东没有工厂，要不英伟达也跑不了。还有特斯拉，侥幸啊，幸免于难。你看，伊斯兰革命卫队瞄准的就是美国科技股的七枝花，能够着的都打。如果真炸，我相信这些股票恐怕也应声而下吧。本来美股现在就走得够呛，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瞄准的就是科技股。伊朗国家发展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加赞法里当天表示，如果伊朗的发电设施遭到打击，伊朗将使整个地区陷入停电状态，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具备这样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如果再停电的话，我就让中东陷入一片黑暗。3月31日，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杰德·穆萨维当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内美军飞行员的住所。声明说，打击发生时，基地内聚集了200名美军官兵。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说，中东的这些美军住所也不安全了。这个战的打了33天了，合着一直舍不得炸美军的住所是吗？敢炸这个阿联酋的酒店，敢炸什么利雅得的酒店，一直留着美军的这个宿舍不炸。你说这叫什么逻辑？还有一个，这个伊朗他打击西门子干什么？西门子是德国的，莫尔茨一直是反对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所以我说，这个伊朗现在是群龙无首，一定是这样的，一通乱打。明显的，欧洲人家跟特朗普不是一条心的，欧洲明里暗里的是不支持，不敢说阻挠、反对，至少是不支持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结果这个时候，伊朗还在对欧洲的这些国家还在袭击。我们再看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近比较活跃啊。根据央视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月31日表示，伊朗有结束战争的必要意愿，前提是对方满足伊方诉求，特别是做出不再侵略的必要保证。我记得伊朗提出的是3个条件，刚开始现在变成1个了。刚开始3个条件，一个是要战争赔偿，第二个要发誓不能再打了，第3个是什么？就是尊重伊朗的主权，伊朗有权利搞核武器，大概这意思。现在佩泽西奇扬说就剩1个了，你先发誓以后不能再打了。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时表示，局势正常化的解决方案是停止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性袭击。他重申，伊朗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寻求局势紧张和战争，并具备结束这场战争的必要意愿。翻译一下，伊朗愿意谈判，我们愿意谈，只要你发誓不再打了。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曾带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进入与美国的谈判，却在谈判中中途遭到非法袭击。这一问题证明，美国不相信外交，而仅仅是在寻求发号施令，以实现其贪婪的企图。佩泽西奇扬还说，我们尊重邻国主权，无意攻击他们，但遗憾的是，美国在这些国家设军事基地，而且从这些国家领土对我们发动袭击，这些国家未能履行防止本国领土被用于袭击伊朗的国际责任。这个科斯塔呀，在通话中强调停止当前战事和紧张局势的必要性。他表示，欧洲国家绝不支持这种针对伊朗的侵略，并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你看，欧洲是不支持特朗普的，但是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管你什么欧洲还是哪州的，一顿乱炸。昨天还有一枚导弹又落入土耳其境内，也不知道去炸哪儿，被这个北约的导弹给击落了，掉在土耳其。
那至少你那个导弹是侵略了土耳其的领空，这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干的。所以现在你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前一阵子传出的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总司令之间有矛盾，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如果再不停火，1个月之内就要崩溃。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没钱了，不担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发工资这事，经费这些事情都是佩泽西奇扬。他虽然没有权力，军权没有，但是你说这些日常事务，柴米油盐酱醋茶，那都得指着佩泽西奇扬。所以佩泽西奇扬说了，你再不停火，1个月之内就崩溃。但是盘盘们他不觉得，盘盘们觉得伊朗是越打越能，越打越厉害。盘盘们就好比俄罗斯越打越富。一个道理，因为大部分盘盘们他们没有当过家，也没做过主，就没有给人发过工资。一旦盘盘们他负责一个小企业，哪怕是3个人的一个小饭馆，他一旦发工资，他就知道了这个不容易。盘盘们大部分都是领工资的，不管是3000还是2000，不管多少，他是领工资。领工资的他不觉得，领不到他就觉得是资本家克扣，他体会不到这难处。所以这个佩泽西奇扬是最难的。这个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佩泽西奇扬和哈梅内伊之间的矛盾它是必然的，这是2个位置决定的。他跟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是军权和财政权都是他，所以说他自己在那平衡，自己在那琢磨。像伊朗这种军权不在佩泽西奇扬手上，军权是另外一拨人掌握，而佩泽西奇扬只是管经济这一块，那缺钱都跟佩泽西奇扬要，没钱的就是你没干好，你是负责搞钱的吗？你没改革，你不行。佩泽西奇扬说了，我不行，那还不如你天天到处乱炸，对不对？你把周边人都得罪光了，我还跟谁做生意？从哪儿赚钱？所以他们的矛盾是角色和位置导致必然矛盾，而不是说2个人互相看不上，2个人有什么恩怨，个人恩怨可以化解，但是这种角色恩怨你化解不了，换谁都一样。这就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明争暗斗。董事长他只管宏观，他只管我要什么 KPI， 我要什么目标，就这个。总经理他要落实，他就知道中间的麻烦和难处。你要收入增长1倍，他怎么增长？往哪儿涨？完了，你一方面要收入增长，要搞经济，一方面要搞这个叫什么穷兵黩武，对不对？要搞什么地区代理人，要搞导弹，要搞核武器，又受制裁，你又要让这个总统去找钱发展经济。所以说这就是必然矛盾。所以佩泽西奇扬现在跑出来说话了，他这个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愿意投降，愿意和谈，但是你得给点面子，你不给面子，我这边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不干，不答应。什么叫给面子？你给个台阶下一下，以后再也不侵略了，不打了。所以我一直怀疑佩泽西奇扬才是美国和以色列留下的暗线。前一阵子搞得比较火热的那个叫什么伊朗卡利巴夫，我就怀疑他是出来挡箭牌，你把他先搞出来，让他顶一顶伊朗的压力。所以卡利巴夫他就立马撇清关系，说我可没谈判，咱们还是要报复的。这个卡利巴夫也说不定谈判还没结束，卡利巴夫就走了，也很有可能被送走。但伊朗的这个强硬派一看绝望了，没有任何出头之日，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他被迫他们就会推出佩泽西奇去跟美国人谈，谋一条活路。就像100多年前是吧？最后你不管是什么主战派，还是清流派，还是什么这个派那个派，最终把李鸿章推出来去跟洋人打交道谈判，一个逻辑啊。如果佩泽西奇扬他真的说话管用了，伊朗国内都推他出来主事，特朗普说的政权更迭也差不多就成功了，一个意思啊。因为佩泽西奇扬好歹是选出来的，民选，对不对？佩泽西奇扬一掌权，那原来的那个教士集团往哪儿摆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往哪儿摆？最后只能弱化。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沙特阿拉伯为兄弟国家，这个跟佩泽西奇扬一样，他是缓和中东这些国家的关系。奈何目前他们还控制不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乱拳，还在乱打乱报复。那只有外长阿拉戈齐还有佩泽西奇扬出来说些软话，赔礼道歉，就这意思啊。说来说去，伊朗人要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就这么2-3天时间，赶紧跟特朗普达成一个让他满意的协议，否则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要撤兵，特朗普一定是来个叫什么出其不意。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伊朗没有任何腾挪的空间，对吧？要想少挨毒打，那就老老实实的配合。
不能被盘们耽误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